后来正大消息来看，国民党开记者会，正式来宣布，由前立委颜宽恒来参选到台中市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。针对着颜清标去互压料，讲甲银行借钱，这个债务是高达1亿8千万，搁来脱产，无打算要来还钱。这个颜宽恒是双手合十离开现场，留下伊的老爸颜清标家己来面对甲澄清。颜清标讲，迄是以前合股做生意失败的纠纷，伊哪有借钱无爱还咧？颜清标甚至来起性地，讲因颜家唔惊战，因接受挑战。颜宽恒伫党主席朱立伦、台中市长罗秀燕的小厅宣布投入中立选区的补选。接下来万箭穿心，血肉模糊。 这我都可以想象。颜宽恒讲的是真硬斗的一战，面对颜家债务状况的质疑，颜宽恒看到爸爸双手合十，那讲多谢着离开现场，敢若颜清标伫现场说明。敢若无甲阮阿公阿嬷甲阮老母用风水恶出来尔，我哪有借钱不还？颜清标红假了，甲银行借钱欠1亿8千多万，阁想要脱产偌少？投资事业总是有赔有赚，后来公司破产。 我做保的土地也就被拍卖来还钱。颜清标讲是做伙做生意失败纠纷，无欠钱无要还，不过只有靠伫面册要求颜清标退出定南宫。至于大甲镇南宫的风风雨雨，我本人的污蔑更是子虚乌有，不畏战不惧战，接受挑战。 颜清标真生气，亲身出面解说债务相关的问题，就惊伊有人压了会影响选情。分任立委所地分讲，颜家有可能可得到政权。颜宽恒的对手，民进党的前立委林静怡，爱颜宽恒证明家己比其他人选更较好。 国民党确定了候选人之后，相比之下，那一个候选人能够有比我们2个更好，比波维更好，也比我更好。中2选区补选，国民党、民进党的人选拢已经选好啊。颜宽恒一透早先到平处下晡刷落来开始私人行程，林静怡嘛开始拜会刷落地区的市议员，双方拢加紧脚步开始走基层，都是为着要当选。